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品心語。喺呢個物質至上嘅年代，錢唔再淨係生活工具，而係變咗衡量一個人價值嘅標準。當一個人突然發達，佢嘅言行舉止、待人接物，甚至成個人生觀都會跟住變。呢種改變有時令人安慰，有時卻令人心噏。今集講一個好深刻又成日見嘅現象，有錢就變臉。呢個唔單止係社會現象，更係人性深處嘅照妖鏡。錢本身冇分好壞，但係會放大一個人嘅本性，甚至改變一個人嘅靈魂。有個女仔出身窮苦，細個就好勤力讀書，立志要改變命運。佢靠毅力同智慧創業成功，短短幾年就做到行內頂尖。但係當佢發咗達之後，以前嘅純真同溫柔就慢慢冇咗。佢冇再同舊朋友聯絡，對屋企人都少咗關心。以前嗰個為夢想搏殺嘅女仔，好似已經唔存在咁。佢嘅生活變得又忙又冷漠，電話都唔聽，信息唔覆，過節唔返屋企。屋企人試過打電話約佢食飯，佢就用行程好密做理由推咗。佢把聲冇晒溫柔，對眼冇晒柔和，連笑都多咗份疏離。佢個世界好似淨係得返數字、合約同應酬場合。佢以前嘅死黨曾經喺最艱難嗰陣同佢互相扶持。有一日，以前嘅死黨失業，打俾佢傾心事，點知換嚟一句冷冰冰嘅回應：你要學識靠自己。以前嘅死黨聽完，喊到成塊面都係淚水。佢唔係想揾幫手，只係想揾返以前嗰份真心同明白。錢可以改變生活，但唔應該改變人心。當錢變成衡量一切嘅標準，人同人之間嘅感情就會慢慢變淡。以前嘅友情變成咗利益交換，真心嘅關心變咗應酬嘅手段。成日聽人講有錢會令人變臉，但係對佢嚟講，變嘅唔係錢，而係嗰啲曾經傷害過佢嘅人。佢冇再揾返以前啲死黨，唔係因為唔記得，而係因為冇辦法原諒。嗰個同佢一齊捱夜溫書、分享夢想嘅朋友，喺佢最艱難嗰陣，曾經將僅有嘅積蓄借俾對方救命。喺佢最脆弱嗰陣，搶走咗佢個男朋友，仲要喺背後唱衰佢，話佢貪心、心機重、扮清高，甚至不擇手段。嗰啲說話好似刀仔咁拮入佢個心，搞到佢創業初期孤零零冇人幫，仲搞到冇咗原本肯投資嘅機會。佢選擇沉默，唔係因為懦弱，而係因為佢知道時間會證明一切。至於屋企人，佢曾經以為血緣係永遠嘅避風港，但係現實殘酷咁教識佢，親情都會變質。佢屋企人沉迷賭博，欠落大筆賭債，仲要拎佢個名去借錢。佢俾收數佬恐嚇，係咁鬧。試過有一次深夜返屋企途中，俾人喺巷口截住，逼佢還錢。仲衰嘅係，收數佬竟然揾上佢公司，當眾羞辱佢，搞到同事對佢眼超超。佢唔敢報警，唯有死死氣頂住。為咗還清呢啲債，佢一日打2份工，夜晚仲要做埋清潔，連瞓覺都變咗奢侈。佢用咗10年時間，先至慢慢清咗嗰啲唔關佢事嘅債。而喺呢10年入面，屋企人唔單止冇悔改，仲成日叫佢再幫多次，仲要話佢發咗達就忘本。佢第一份正職嘅部門亞頭，表面上對佢好好咁栽培，其實係利用佢嘅努力同信任，將佢嘅成果據為己有。佢曾經為咗個重要 project 捱通宵，做完之後部門亞頭竟然喺公司會報道將所有功勞據為己有，仲要喺背後同高層暗示佢情緒唔穩定、唔負責任。仲離譜嘅係，當佢因為屋企債務問題請假去處理收數佬騷擾嗰陣，部門亞頭竟然用冇職業道德做理由炒咗佢。嗰一刻，佢終於明晒，喺某啲人眼裏面，弱者唔值得可憐，只值得被犧牲。
當佢終於創業成功，由街邊檔做到一間有規模嘅公司，嗰班曾經傷害過佢嘅人又出返嚟，佢哋換咗副可憐樣，話自己冇路可行，話你而家有本事啦，幫下手啦，仲有人直接開口要股份、要錢、要安排工作，佢一口拒絕晒所有人，冷靜而堅定。出面話佢冷血，冇人情味，但冇人知佢曾經為呢班人付出過幾多，流過幾多眼淚。佢以前個部門亞頭，而家轉咗去做大公司嘅顧問，竟然喺論壇度公開講，我早喺佢仲係新仔嗰陣就睇出佢有潛質，係我當年一手湊大佢，先有今日嘅成就。前部門亞頭仲要喺自己個面書同埋媒體訪問度成日提起佢個名，話自己係佢嘅開山祖師、恩師，仲靠咁樣拎多咗好多顧問合約同演講邀請。佢冇公開反駁，亦冇喺社交媒體度澄清，佢只係喺一次訪問度講，我好感恩曾經遇過某啲人，佢哋教識我咩叫背叛，咩叫沉默嘅力量。有啲人會喺你最脆弱嗰陣踩多你兩腳，然後等你成功嗰陣又想黐金腔。咁樣嘅人，我唔會記仇，但係我都唔會忘記。呢段訪問好快喺行內傳開，好多人開始質疑嗰位前部門亞頭講嘅嘢。仲有記者抄翻舊紀錄，發現佢曾經喺唔同場合踩低佢嘅能力，同而家佢個恩師論自相矛盾。最後佢個隊湊晒，俾幾間公司 cut 咗合作。佢從來冇正面攻擊過佢，只係等真相自己浮面。佢其實冇真係變過，佢只係學識分邊個值得佢溫柔對待。佢有錢之後，第一時間揾翻喺佢最艱難時期幫過佢嘅社福機構。佢匿名捐錢，定期做義工，幫嗰啲真係需要幫助嘅人。佢資助貧困學生，幫婦女庇護中心提供資源，仲親自落場參與街派飯活動。佢唔想出風頭，只係在乎可唔可以改變人哋嘅命運。佢仲係嗰個初心不變嘅女仔，只係唔再心軟，唔再俾自己俾情感綁架。佢嘅冷漠係對傷害者嘅保護牆，佢嘅溫柔淨係留俾真正值得嘅人。咁樣嘅反差令人驚訝，亦令人敬佩。佢唔係俾錢改變嘅人，佢係俾傷害磨練成更硬淨嘅自己。嗰日佢去咗幫社區做義工，係幫低收入家庭派發生活物資。佢一身簡樸打扮，戴住口罩同帽，冇人認得出佢就係商界嗰位炙手可熱嘅企業家。佢唔在乎身份，只在乎可唔可以親手將溫暖送到有需要嘅人手上。派嘢差唔多完嗰陣，有個10幾歲嘅女仔企喺角落頭，對眼好驚青，手揸住張皺埋一嚿嘅申請表。佢行過去，細細聲問：你需要幫手嗎？個女仔抬起頭，眼紅紅咁講：我唔知自己算唔算有資格攞物資。我阿媽最近冇咗份工，我喺便利店做嘢，但係都仲係交唔起學費。佢聽住個女仔講嘢，個心突然一沉，嗰種語氣，嗰種眼神，熟口熟面，嗰個就係10幾年前嘅佢自己。佢記得自己都曾經喺便利店度做過，試過深夜偷偷地喊，亦試過因為學費而擔心到瞓唔着。佢問清楚之後，覺得信得過，輕輕拍咗拍個女仔膊頭，跟住親自幫佢填好份表，攞埋物資。臨走前，佢靜靜雞將張紙仔塞入個女仔個袋度，上面寫咗個電話號碼同一句：如果你肯努力，我願意幫你一把。幾日後，個女仔打咗嗰個電話，佢安排個女仔去自己公司實習，仲資助佢讀書，但係有個條件，就係佢一定要完成學業，應承無論幾辛苦，都唔可以輕易放棄自己嘅人生。個女仔後來做咗佢公司嘅得力助手，仲成為佢少數可信嘅人之一。呢件事，佢從來冇同人提起。佢唔需要掌聲，只係需要知道
自己仲係嗰個信夢想、肯幫人嘅人。出面睇佢冷酷冇人情，但係佢知道真正嘅善良唔係冇底線咁付出，而係識得保護自己之後，仲肯伸手幫值得幫嘅人。佢嘅故事唔係講錢點樣改變一個人，而係講傷痛點樣鍛造出一個更硬淨、更清醒、更有力量嘅靈魂。有日，佢收到社福機構寄嚟嘅邀請信，內容係關於一個無名善長感恩晚宴。主辦方想請嗰啲長期匿名捐錢、默默付出嘅善長人翁出席晚宴度公開讚佢哋嘅貢獻。佢個名冇出現喺任何宣傳資料度，不過佢知道呢場晚宴嘅主辦方已經知佢係邊個。佢諗咗好耐，最後都係婉拒咗個邀請。佢回咗封好短嘅信，多謝你哋嘅好意，但我唔慣企喺鎂光燈下面。出名唔會令我更加善良，只會惹啲麻煩嚟揾我。請將資源留俾真正需要被關注嘅人。主辦方尊重佢嘅決定，不過喺晚宴尾聲都播咗段佢做義工時俾人影到嘅背影片。畫面入面，佢踎低身幫個長者執嘢，動作又溫柔又專心。片尾播返佢同個社工講過嘅一句說話：我唔係冷漠，只係學識咗將溫柔留俾值得嘅人。佢嘅故仔對好多人嚟講，只不過係另一個陌生人嘅經歷，又唔算傷心，又唔算感人。真正嘅堅強，通常都唔係俾人睇到，而係默默咁俾人忽略。佢從來冇諗過要改變個世界，但係佢嘅存在，默默咁改變咗好多人嘅世界。佢唔係俾錢改變到嘅人，佢係俾傷害磨練成更加硬淨、更加清醒、更加有力量嘅自己。錢買唔返失去嘅時間同感情，錢可以俾到舒適嘅生活，但係填唔滿心靈嘅空洞。真正嘅富有唔係睇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，而係睇內心夠唔夠充實同埋對人真唔真誠。錢可以令人飛得更高，但係如果唔記得自己喺邊度起飛，就會迷失方向。而家社會成日叫人追求成功同財富，但係就唔理人嘅感受同人性。而家啲人個個追求名牌、豪宅同地位，但係就唔記得嗰碗熱湯、嗰句真心話，同埋嗰份唔使條件嘅陪伴。錢本身冇錯，但係如果為咗錢而迷失自己，咁就係悲劇嘅開始。最值得珍惜嘅係喺你乜都冇嗰陣仲肯陪住你嘅人，係嗰啲唔計較你有幾多，只在乎你真唔真心嘅人。今集唔係話錢冇用，而係想提大家，搵錢嘅同時，千祈唔好忘記做人嘅初心。錢可以改變生活，但唔應該改變靈魂。當你乜都有嗰陣，問下自己，你仲記唔記得嗰個為咗夢想而搏命嘅自己？你仲珍唔珍惜嗰啲喺你低潮時扶你一把嘅人？希望我哋追名逐利嘅同時，都可以保住內心嘅純真同埋真誠。我仲係我，冇變過。真正嘅有錢，唔係睇你有幾多，而係睇你冇咗幾多，仲可以保持初心。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可以俾你啲啟示。記住點個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加入我哋。有錢之後，你會唔會變成你最憎嗰種人？鍾意呢條影片就喺下面俾分啦，1至10，睇下你有幾鍾意。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，唔好忘記關注小品心語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